近日，一支由特勤局、農業部同埋紐約市警察局組成嘅執法團隊，正喺紐約市嘅雜貨店嚴厲打擊竊取刷卡信息並盜刷嘅行為。呢種騙局近年嚟日益猖獗，主要針對依賴雜貨店進行日常購物生活嘅低收入居民。犯罪分子將盜刷器放置喺商店中，竊取付款卡嘅數據之後，複製被盜信息偽造支付卡，從而竊取受害者帳戶中嘅資金。呢一種騙局對糧食券同埋現金援助計劃嘅打擊尤為嚴重，兩者都係按月收到政府匯款轉入固定嘅 EBT 卡之中。同銀行發行嘅信用卡同借記卡唔同，EBT 卡只有基本嘅支付技術，即係帶有帳號信息嘅磁條，冇配備晶片，冇加密技術保護帳戶信息，因此容易被複製盜刷。相關部門將會喺全市700幾間鋪頭進行檢查，嚴厲打擊盜刷行為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